后来花莲的马大安溪这个崩山湖的溪水溢出来，都有乡民来质疑，讲就是因为爆花有2大坑的大气角，讲这2坑的大气角都是2座的沙石仔场。乡民讲，就算水利署有事先布置，放这个太空包，嘛是无法度抵挡大水。 溪水是真错流，一直流落来。空气的画面是昨下晡花莲马大安溪灾害发生的状况。因为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侵蚀的溪水造成严重灾情。其中马大安溪南环的公河爆发，中有2个所在被质疑是灾情关键的原因。那这2个所在拢是沙石仔场。 来看卫星图，明显看到伫咧马大安溪南边就有2个所在，红乌甲光。放大详细来看，阁会当看到有真侪怪手甲大型的机具，水敢若就是为这2个所在大量灌入来。应该是从那边下来的，因为照理讲，如果是从那个马滩溪桥那边上来的话，那边会很严重。结果那边反而没事。这里照理讲，这里是最不会淹的，因为我们这边算是上坡，应该是那边比较会淹。 来看这个所在是其中一个沙石仔场，正边就是马大安溪。事实上，为着要挡大水，河川分署早就已经先放肉粽，阁有太空包。不过落尾根本就无法度挡大水，所以大水就为这2个所在冲出来，造成南华做大水。马太安上游的堰塞湖，事实上是在去年的台风时候，它整个大量的产生，没有挖造成的淤水，挖了之后又造成了。 一个重大的冲击，花莲县政府，你应该要对外说清楚。花甲沙风台经过台湾，公福乡的雨总算是停啊，不过相关的救济甲检讨，恐惊才等要开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